男团 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，本名胡瑞凯，去年爆出在老婆林采缇临盆之际，涉嫌在夜店捡尸性侵一女的丑闻，日前被台北地检署依乘机性交罪起诉，没想到连带影响他先前呼麻案缓起诉遭撤销，经北检另依施用2级毒品罪将他起诉。据苹果报道，台北市警方2016年9月22日获报前往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民宅查缉毒品，没想到现场3男1女，分别是 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、杨林、饶舌歌手邵海伟及林采缇。现场查获大麻，胡瑞儿和邵海伟坦承吸毒，林采缇一开始不认，还发出172字声明自清没吸毒，没想到却被警方采集的尿液检体报告打脸。事后他才公开道歉，表示自己做了一件无法原谅的事。检察官考量胡瑞儿和林采缇都认罪且是初犯，2016年底将2人缓起诉，期限2年。没想到胡瑞儿又在缓起诉期间，涉嫌捡尸性侵夜店女子被起诉，北检依规定撤销其毒品案的缓起诉。据悉，胡瑞儿对撤销缓起诉没意见，检察官正式依吸食2级毒品罪将他提起公诉，并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处刑。